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咱做起立，咱彼此来祝讲上帝祝福你，大家平安，上帝祝福你。咱用这首诗歌来到主的面前，用这首诗歌来到主的面前，咱来恳求、来祈祷，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我用祈祷来到你面前，我要追求你，我要徛伫破桥中间，你呀，我要追求你，每一摆我祈祷。我要当你的手，祈祷做耶稣，我手袂为做，每一摆我祈祷，大山会锁开，道路会铺平，予你宝贵恩典。主，我是软弱的人者，你就是我的开路，永大开路的属于我，这就是我的得胜。每一摆我祈祷。我要当你的手，祈祷做耶稣，我手袂为做，每一摆我祈祷，大山会锁开，道路会铺平，予你宝贵恩典。每一摆我会祈祷，每一摆我祈祷。我要当你的手，祈祷做耶稣，我手袂为做，每一摆我祈祷，大山会锁开，道路会铺平，予你宝贵恩典。来宣告，予你宝贵恩典，予你。过恩你，搁一遍来，予你过恩你，予你过恩你。咱要献上咱的感谢，也恳求上帝来怜悯咱的软弱，用主的话，咱做伙来宣告讲：万百是啊，恁着学乐阮的上帝，互人听见学乐伊的声。伊予阮的性命活着，也无予阮的脚摇动。求你看我的艰难，甲我的劳苦，赦免我一切的罪。兄姊妹，咱透过这经文来了解讲，哇，这位上帝是啥物？这位上主是拯救咱性命的主吼，也无叫咱的脚摇拽吼。咱嘛要承认讲，咱有软弱，恳求圣神来光照咱吼，互咱知哇，我爱调整，我爱回转，就要得到赦免。咱开声来祈祷，咱开声来祈祷，先来特别上帝，我学你感谢你，开声来祈祷。你是予阮的脚无摇拽，无摇动，你引带阮行入你恩典的道路。主，阮感谢你，因为你有怜悯，你有赦免，予阮回转到你面前，就要直接来得到救。愿主你听阮的祈祷，感谢阮对你的敬拜。特别阮是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拯救阮的活命，阮脱出
这个黑暗的关系。你也帮助阮，互阮会通伫你的保护看顾，出入平安，较无摇动。主啊，你是有长长怜悯、主爱开阔的上帝，也是阮的阿爸爸。互阮伫面对阮的软弱失措的时，你赦免阮，因带阮倒转来到你恩典的道路。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们，请坐。咱们也要为着咱的需要来祈祷。咱用主的话做伙来宣告讲：若是伊为着咱的过失受伤，为着咱的罪恶受害，伊担当刑罚，咱得到平安；伊受鞭拍，咱得到医好。咱拢亲像羊迷路，逐人行家己的偏路，摇发互咱正人的罪，拢归伫伊身上。咱为着这几项的需要，如果你的身躯心神，也是你手所做你的产业，咱常常为着这来祈祷吼。咱恳求上帝帮助，毋是干那为着咱，搁咱的囝儿孙哦，为着因伫这来祝福。咱邀请主伫咱的心伫咱的灵咱的灵魂就是代表啥？思想你的想法啊，有当时黑白想烦恼操烦，咱的影响咱的心感觉无平安就会影响咱的意志，影响咱的身躯。所以，才讲咱要将咱的忧愁烦恼，主啊，我交予你伫遮若你有需要会通徛起来，还是讲你家己看伫迄个无爽快的所在然后咱做来祈祷。如果你有需要，你嘛通徛起来咱奉主的名做伙来祈祷。帮助阮，互阮会当伫求祈祷的中间，会当享受对主你听的关系。愿主你来帮助阮，阮会当建立你伊的关系。主啊，你供应阮教业，你互阮会当行伫主你恩典道路。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阮当心奉你的名来到天父神的宝座前，阮为了阮的需要，伫阮的心神肉体。当阮软弱欠安，当阮忧愁烦恼，当阮欠亏时，你是供应阮到要有春，你是医治阮。主耶稣，你受逼迫，阮得到医好；你受刑罚，阮得到平安的主。将你的医治甲平安赏赐予敬畏你的人，互阮来到你面前，开嘴来恳求，会通得到主你来施恩赐福。主奉你的名，伫遮来祝福阮，互阮的领袖会通也祝福阮的囝儿孙、阮的亲人，互因会通同得你的恩典甲好处。祈祷靠耶稣的圣名，阿门。最后，咱要为着主日伫遮来祈祷来守望，用主的话做伙来讲。彼时恁要求我，要去祈祷我要听恁，恁要找我。来拄着，因为恁要专心找找咱要专心找找，求就得到，拍门就要为着你来开。咱为着咱甲上帝的关系祈祷较要紧就是迄个关系所以关系若好上帝的祝福就临到咱求上帝祝福这咱的年长者心心灵拢会通伫遮勇敢。也心神会通甲主接近因为虽然肉体共影响侪年检查拢会一寡这个问题啦总是咱的心会当愈甲主亲近。咱为着2022年一年搁要过咱的各教会这个事工部委员会
牧区的竞选甲献身。咱为着更新团契更新团契来祈祷。这个日间的因会通有机会接受福音，出家了嘛有好的头路因为出家了往往会受败跌。咱为着因来祝福来祈祷，来求明年的疫情会通愈得到控制即摆大家拢大部拢年中才做第二剂无？我拜二嘛要做第二剂所以伫遮咱恳求上帝，互咱的身躯会通勇行会通有好的抵抗力。咱做伙起立做伙起立站起来咱来祈祷，来恳求上帝来同在为着牧师祈祷在团工伊的信心，恁会通听有安尼咱开声来祈祷。主啊，阮感谢你，互阮会通做伙伫正中间，会通真正得到控制，阮会通做伙伫遮来学来敬拜你。主啊，这是你的恩典，主来祝福这个长者，心灵来得到主你的祝福，用行灵魂体得到形式。主啊，阮奉你名恳求你来帮山，互阮会通伫遮来经历伫会中甲你有好的连结，愿主你来祝福。感谢阮的天父上帝，因为你的恩典够额，你也透过礼拜，互阮会通搁较认捌你，领受你上天的福分。透过你的话来成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透过你的话，互阮的心神会当活起来。透过你的话，会当互五人得到智慧。愿主你来说，互阮为着这个长者时代伫因这个晚年中间，有愿会通得到好的照顾，也通因的信仰成做囝儿孙的好的模样。愿主说阮也要做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阮同心来祈祷讲：愿伫天日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光临到，你的旨你成，伫对日亲切的天日，阮的日息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要赦免过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入去，又救阮脱离你的海。一国关联眼光拢是所有大无尽，阿免。因众百姓啊，恁拢着大手，着用得胜的声大声阿罗上帝，因为耶和华至高的、通惊的，伊是大君王管理全地。
咱的爸上帝，甲主耶稣基督得到稳定平安。我常常替恁感谢我的上帝，是为着上帝的稳定，伫耶稣基督捌赏赐恁的。我的心有伤痛过，又带搁行行，最恐怕等到我袂空伫你的听，主你听我做无
天父是你先疼阮，毋是阮先疼你。你先教阮啥物是疼，你先教阮用你的独生的囝儿来疼阮，互阮认捌你，互阮会通有机会来到你的面前，会通对你讲，你是阮的阿爸天父。每一遍阮来恳求你的神。求你来帮助阮，毋是干那讨，毋是干那求，互阮会通享受阮甲主上帝、阮甲阿爸爸的关系内底。愿主你来帮助阮，伫礼拜中间搁较明白，要安怎来认捌你，要安怎来甲你有好的关系，要安怎来称你是阮的阿爸天父。听阮伫你面前的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咱三甲来祈祷。至悬、至尊、至大的主阿爸爸上帝，我满心感谢阿罗你，你是保守看顾的主。伫过去将近半年的时间，你让台湾对世界靠旱欠水，到现在水库满池。疫情严重的时无疫苗，你也透过政府甲民间的努力，以及所有的国家用出一挺心来赠送台湾疫苗。互现在将近60%的百姓已经注射第一剂的疫苗。伫运动方面，伫民间企业等等各方面有好的成绩表现，互世界各国看见也看重台湾。主，你是赏赐丰盛，超出阮所求所想的天父上帝，阮大大感谢你。阿爸爸上帝，阮也感谢你固守台湾的疫情，对严重禁止聚会到现主时的平稳，互阮会当过来到圣殿亲近敬拜俄罗主，阮搁较大大感谢主你的赏赐。主上帝，你假使阮讲袂当停止聚会，伫过去因为疫情禁止聚集的期间，虽然有代替的网络礼拜，检采是因为太方便。致到阮反倒转无照时来敬拜礼拜，恳求主赦免阮的软弱，啊，搁恳求主上帝你来搁一遍激励阮，会当注意来礼拜，来亲近上帝。天父上帝，即边的疫情嘛造成一寡兄弟伫工作、经济、财务顶面产生了问题，恳求主怜悯帮赞。赐落气力甲愿望，引带甲陪伴兄弟行过这段艰苦日子，早日恢复正常，也是伫中间来领受主你大大的恩典。听人的爸，我也感谢你带领顶礼拜选出2位长老，甲3位执事，恳求主赐福你因，甲主有好的结连，领受对你来气力甲智慧来服侍主。也感谢主赏赐游牧师明年的异象，复兴祈祷烈火，经历丰盛之恩。恳求主继续赏赐游牧师所带领的牧师团，有充足智慧来规划每年的事工，安排每年各事工部、委员会领袖甲各牧区的同工，特别是后疫情时代会友灵命操练提升。甲牧养的安排，恩典的爸上帝，你假使阮讲，白头门是应邀的冠冕，阮就爱尊敬阮的士大人。阮恳求上帝圣神来赐福伫阮的年长的会友，身体健康，出入平安，心灵充满着主耶稣所赏赐丰盛的疼甲喜乐。主。京城团契一天赛秋关怀事工就开始，恳求主你来引带，透过这事工，将主的听分享给受家的家属，互因会当领受主的福音，互因的生命会当甲主会当甲结连。啊，恳求主你来加添但北雄牧师，更有智慧甲气力来协助出家经生的兄弟，顺利来进入职场来工作，啊，求主来保守疫情会当继续得到控制，互减少的事工来顺利来推展。啊，爸爸上帝，阮将阮的祈祷摆在你面前，恳求主你欢喜来接纳。阮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只是要交到课文24，就对诗篇100篇来。课文24，全地啊，就对上主欢呼，就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就唱俄罗的诗歌来到伊面前，就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伊；
咱是伊的子民，是伊牧养的羊群，用感谢入伊圣殿的门，要用上赞进入伊的殿院。就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上主至善，伊的慈爱永远存在，伊的信息煞到万代。这时要请李介成长老来献诗，俄罗上帝。虽然危险，黑暗惊惊的天路，要救我着向前不惊艰苦。我也不知伊遐有欢喜快乐，也是伫遐有试炼在等我。总是我知信仰要照光我的路，伊的慈爱要担当我艰苦，伊的圣爱要常常甲我三当行，带我平安进入我的王的惊声。虽然欢喜，更免快乐的天路，要救我着向前不通退步。无论头前伫遐有黑暗危险，也是伫遐有欢喜在等我。总是我知信仰要照光我的路，伊的慈悲要担当我艰苦，伊的圣爱要常常甲我三当行，带我平安进入我的王的惊声。带我平安进入我的王的惊声。这是来讲到上帝话，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十章第1节到第4节，各版本的耶稣，请看荧幕。路加福音十章第1节到第4节，有一遍耶稣伫一个所在咧祈祷，伊祈祷煞的时，有一个门徒甲伊讲：“主啊，约翰有教伊的门徒祈祷，请你嘛教阮祈祷。”耶稣甲因讲：“恁祈祷的时，着安尼讲：爸啊，愿你的圣名受尊重，愿你施行主权。求你逐日赐阮所需要的食物，求你赦免阮的罪，因为阮家己嘛有赦免所有辜负阮的人。求你毋通互阮陷落担当袂起的试探。”以上，这时要请本堂义务师来讲道，所讲的题目是“阮的天父，阮的天父”。咱同心来祈祷。阮伫天父的爸，当阮会通安尼称呼，表示因为阮得到你的恩典、你的救恩，透过耶稣基督，
互阮会通伫遮来称你做天父。感谢你，互阮会通伫遮做伙组织，这嘛是你的恩典。互阮会当孝顺你的恩典，伫阮的生命的中间，特别也祝福遮的所有的年中的兄弟，会通伫这中间来领受你的恩典，也成做你恩典的管道甲出口。开阮的心窍，明白你的教示，无论是伫线上的，也是伫现场的，拢平平得到主你的祝福。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大家平安。哇，真久无看到遮遐济兄弟姊妹做伙组织啦吼。过去拢有一寡鼓励吼，政府最近也取消迄个梅花座啦吼。所以伫这中间，咱搁一遍，无论是伫线上，也是伫实体吼，当然有人讲，牧师啊，迄实体甲线上实在有差啦吼。伫遮咱会通有这个机会做伙来学落来敬拜，这是上帝互咱的恩典。伫10月初5，人称做东源阿嬷吼，这个林明族姊妹，伫初5暗时受主来敬吊享年103岁，哇，这算真长岁寿啦吼。真侪人知影讲，伊是东源电机的创办人。伊一生真疼上帝，点点为着上帝的国度，为着教会伫遐咧拍拼。伊特别对遐个无听见的人有一寡遮的负担，所以伊对遮个人会宣告，遮个人安怎听无要安怎？听无就用笔的啦，吼。所以伊伫遐来创办一个叫做恩典与发大的教会，就是用手语吼伫遮来聚会的这个教会。伫将近100岁中间，伊咧讲吼，虽然阮年老，总是伊犹原上帝若要甲呼召，要爱做啥，伊犹原真欢喜伫遮来做啊。所以伫这中间，伊感觉讲。互主来使用无嫌老啦。咱知影讲摩西吼，上帝甲用是伫几岁无？90、80、70、80吼，伊40年，咱伊其实吼是102岁安尼啦吼。40伫皇宫受训练，然后走路去甲旷野40年。上帝伫迄个爬西奈山伫遐看遐一丛树安尼有火倒总是无烧去安尼吼，所以咱的长老会的即个焚而不废的即个标志是对安尼来吼。所以伫遐伊就看见安尼来到迄个所在上帝讲啥？这是神圣的所在，所以你着爱安怎？烫鞋啦吼伫遮伊开始去认捌即位上帝是啥物款的上帝安尼。然后上帝呼召伊伫80岁中间来引带遮个百姓吼伫迄个本来40天啦，40天会通进入到伫即个迦南地，总是行变偌济？40天煞变40冬，哇！是安怎行吼？所以若顺序，若伫遐听上帝话吼，真紧就当入去啊！连伊顶礼拜牧师有讲啥？生气啦，对无？叫你讲用讲的就好啊，叫迄石盘出水，你就要甲讲2下，讲一个总安怎？哇，会通看脑术，无法度入去迦南地所以这真爱注意所以伫遮咱看讲，上帝使用即个东源阿嬷，伊犹原伫迄个正100岁中间，犹原会通为着上帝教会伫努力不过后壁你也看，即伊伫头100伫迄个今年3月时阵，着写一个公开批，伫遐来挺伊的外孙黄玉仁咱知影讲即东源。即爸囝的关系因为经营的理念有一寡遮的出入所以呢，
关系就有一寡只的破裂。其实伫这受访问中间，这毛雄兄弟，伊就伫遐分享，其实也佫有一件代志吼，是伊无法度伫遐来理解，也是讲无法度放下，就是伊囝的婚姻啊。恁囝若讲到要结婚进前，你讲阿爸我要结婚啊吼，你会感觉安怎？恁拢无要紧哦，欢喜。拢无甲你讲，就讲要娶安尼呢，伊就气噗噗啦。我因为安尼吼，3年甲伊的囝无讲话啦。所以感觉是大人讲，你拢无咧尊重我，有当时咱的观念爱调整啊。伊若要娶要嫁，你就爱欢喜啊，对无？即摆的囡仔唔嫁唔娶啦，你搁爱烦恼。你若管东管西安怎？爱到地安怎？爱到地较惨死，你甲阻止我讲以后迄个关系就拍歹。因两个中间因为安尼，所以呢，迄个老爸就讲，你出去，我无要甲你经济资源啊，所以你就爱家己家己去趁，家己去讨食。哇！所以你也看，伫遮牧师要讲的意思，就是讲迄个关系啦。迄个关系若好，就拢无问题。会通伫遮来继承，会通伫遮来领受是大人所有的遮个产业。所以伫即中间，咱也看伊讲，透过安尼，咱来看耶稣安怎教导咱甲即位上帝关系，到底关系好无？即黄玉英伊咧讲我一生其实拢是照伊的老爸所计划对出世，一直到读日本的庆应大学。拢伫伊老爸计划中间，我拢有照伊安尼，总是独迄个婚姻，娶这因老爸无爱安尼牧师无后壁讲，我是拢引用这伫媒体伊所采访的所以伫这中间嘛来看讲，咱的关系，咱甲天父上帝的关系，安怎伫遐来建立？是毋是咱的婚姻？我凊彩娶落，还是讲我会通甲主上帝，除了甲天？地面前老爸好毋好？因为咱的看法拢无一定啦。但是咱是毋是凡事拢会通伫这个祈祷的中间来追求讲，我安怎做是较好势？所以伫遮，咱会看讲耶稣伫教学生祈祷，伫讲阮伫天灵的爸，啥物意思？对当时的宗教领袖来讲。互因着惊，阮都连上帝名拢袂使黑白讲。因咧抄圣经的时阵，若抄着讲，要我紧放下，就去安怎？洗身躯，分别做成，遐尼迄款的严肃。所以伫遮讲，你竟然讲这位上帝是你的天父，迄个老爸，安尼你亵渎伫迄中间，就是感觉讲冒犯了这当时宗教领袖所教的。耶稣嘛教咱安怎？即恁若军队过来，恁拢会通称这位上帝，这叫做啥？阿爸爸，天父。所以伫遮，咱为什么今仔日咱会通伫基督的内底讲阿爸爸啊？你若拄着艰苦，像讲咱去看遮个哀歌的时阵，迄靠赖上帝，唱靠调啊，伫遐来靠赖上帝。我阿爸爸啊，你知影我即马伫艰苦无？你知影我即马安怎无？但是咱要来想讲，我的祈祷，也是讲咱的祈祷，敢若限制伫讲我爱求安尼若定是无？也是会知影讲，透过即个关系，咱的祈祷会通搁较享受伫迄个关系内底。毋是逐礼拜来阮是天的爸，愿你的名声，安尼哪像一个公式化？即个祈祷，即个名称，互你伫感觉困难的中间，你会通感受到无？然后我要安怎成做即位上帝称做天父？我毋着成做伊的囝儿，我成做伊的查某囝。所以伫遮，咱爱大声来了解讲，伫迄个要称伊做天父上帝中间，有啥物款的特碍，会影响咱无？咱来想讲来，咱做老爸咱遮真侪遮做老爸，包括我咱伫囡仔形象内底，对细汉，你坐伫遐，你会想到你老爸啥物款的形象？
我第一场坐遐时阵，有出现一个图像，就是捌迄个批大抽起来吼。咱若较古早的吼，也是讲咱较年长的，恁捌互摔过、修理过无？捌无？有诶，举手者。哦，迄美惠顶头讲伊无，迄足好诶吼。有啦吼。总是我毋是干那想咧，我嘛想着讲，伫坐老爸徛喺迄台口仔塞去哦，两个囡仔坐伫油桶，老爸老母中佫夹一个。我嘛想着讲，迄时阵老爸诶乌多摆声啦，对迄个山骹吼，砰砰砰，哦，迄作色诶，你知？囡仔就开始撞啊，你知？赶紧哦。伫迄个中间整理家己，整理又好势安尼。有当时咱是毋是面对这囡仔，咱做老爸身份是真严肃、真严厉？也是讲有人伊伫印象中间，我老爸就是真歹、真有暴力。那安尼是毋是影响？上帝若阁亲像我的老爸安尼，我宁可安怎？我宁可莫信。所以伫遮咱看讲，地面上老爸形象会影响咱对这位上帝的认捌。伊讲天父啊，若甲爸有关系。如果若是互我印象歹，互我就受到暴力，有人即马家暴对无？较早咱拢定定互修理啦，无乖嘛，也是无听话啊，毋是敢若批大受锤啊，对毋对？但是即马无共啊，即马你甲说看觅。对无？伊随举电话起来敲偌济？123，113啦，123无人甲你插啦。所以兄弟姊妹，咱讲过去啊，现在有真大的改变。老爸形象免怎伫咧中间，甲囡仔有好对话，会影响咧。我顶回讲细汉囝要去环岛嘛，对无？头一遍祈祷，我就足生气讲，你前一遍迄个车祸伤痕都袂好个，佫想要去环岛，佫甲2个青年安尼啦我就祈祷啊，感谢主迄遍因为要出发迄天，另外一个青年目睭疼，怎啊无出发？感谢主。不过我伫迄个拜六礼拜甲会师弟讲其实爱互你知，我是为着啥？为着你安全呐，总是过来讲，有啦，阮延期，阮延9月27，到10月初7安尼，9月底啦这份我就改变啦，我无阵会甲问讲，恁要带倒爱讲啦，问遐济要创啊？有即摆囡仔所以。我就想办法，当工咧，阮咧对话中间咧提醒。你若要了解伊的行程就是爱有好的关系调整。就我有一个想法好，讲你若逐工有报告，你到地带地，恁老爸赞助你3000，随甲你回应，你知？看我偌现实呢。我无随转甲因老母讲爸爸毋是讲要转钱互我。你知影迄个关系调整对可能想起甲你要哪甲即个世代囡仔沟通，过去可能咱有咱的想法，但即摆无共啊咧。迄个对话，你问遐济要创啥？甲你若用无共款方式的时阵，伊就当甲你分享，转来就讲，佫会甲你对话迄猫咪安伊的车链徛到地破链当然因要出来时，我甲因祝福啊，甲因祈祷啦互因平安顺遂。感谢主10月初8平安倒转来安尼检查因伫少年中间互因有无共款的经历，总是有一个经历讲，坐咧尻川有够疼呢。不过，互因家己去经历，就是讲
因到地会去地做礼拜，迄个礼拜去建琴。较早咱有去做地宣的教会真好。所以而且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讲，咱伫地面上的老爸，咱做伙来读来，因为遐个是暂时出在家己的意思来警戒咱，独独即个是为着咱的利益，互咱有分伫伊的性格。华语会讲深深的富就是讲咱伫地面上的老爸，用咱家己的意思伫遐来伫管教咱，总是这位万能的爸上帝伊要互咱得到利益，教咱为着要互咱伫伊的性格有份。这个经文那华语会较清楚讲，伫讲到地面的上的老爸伫咱的管教检测有出伫好意咱有人来想法，亲像拄仔咱看对爸囝，你一生你着照我的方式，我的理念、我的管理、我的经营，总是即摆少年家新的一代想法、经营的理念无共款对无？你搁要用迄个柑仔店的做法，甲用即摆迄个电商，绝对都无共所以伫迄中间，就是无好的沟通的时阵，就影响上彼此的关系。所以就啥好，你出去所以伫遮咱看讲，检测地面上的老爸有即款的家己的想法，总是无拄伫迄个教导的过程中间，咱的方法是对的，也是互囡仔会通伫遮来接受。所以伫迄中间，咱看讲，咱虽然悠然敬重咱的伫地面上的老爸，总是咱来承认，就是讲，咱遮的做老爸，包括我，其实透过这个，是毋是，互咱的囡仔会影响伊对这位天父上帝的一个敬拜甲关系？所以这是互咱会通伫遮来做一个调整反省。第二，咱要来看讲，如果咱若要称耶稣、称天父上帝即款的关系。第二个爱除掉的就是迄个罗卜的心啦，罗卜的心志来咱做来读来。耶稣因讲，我实甲恁讲，既若犯罪的，就是罪的奴才。奴才无永远住伫家内，囝就永远大。所以伫遮，若奴才袂通住伫上帝的家内第二个来。因为恁毋是受到罗卜的神，比较搁惊吓，就是受到设立做囝的神，对安尼叫讲阿爸爸，所以咱会当叫阿爸爸甲加一个阿爸爸所以伫迄中间，咱看讲，真侪人来到上帝面头前是带啥物？可能惊吓、摇摇喘，好在就伊是。旧约迄个上帝遐尔啊严厉，奴才的心志就讲，上帝若交代吩咐我就做，亲像头家交代我，总是我做我就好，我惊安怎加做，若做了歹，会甲处罚。迄款的奴才就讲我尽本分，我的祈祷就是限制伫啥物？求，我会当得到就好。兄弟姊妹，你来想想讲，咱的祈祷是毋是甲较早检查你还未做基督徒的时，迄个祈祷是好亲像我都求我家己我的家庭安尼，亲像包括其他。所以这个就是咧提醒咱，毋是享受到迄个讲我爸囝的亲子的关系内底，有一种惊吓，有一种距离。所以这嘛咧提醒咱做老爸的第三个就是讲，迄个孤儿的心态、心志这孤儿的心志就是讲，世上的老爸无完全，所以有当时当咱伫迄中间来苦待咱的囝儿时，捌有一个故事安尼就讲这囡仔在问啦细汉囡仔伫迄个中间咧问是大人，是大人咧无用的中间妈妈爸爸，我是对倒来啦。莫吵，你都粪扫桶捡转来啦。捌听过安尼无？囡仔就真正，我粪扫桶捡转来，我是受气煞的安尼。所以迄个心就感觉安怎？
有的人感觉啊，我是去互抚养的捡回来，也是讲去互养的安尼吼。所以会感觉有迄款的心态，就是我无继承的迄款的权利，然后我无法度甲兄弟姊妹有迄款的亲密，我无法度伫迄中间来得到安息。所以伊有一种孤单的心情啊，所以凡事伊就爱我靠家己，我靠家己的，我无法度靠着我的父母哦。虽然平常有真好食，总是嘛真惊吼，惊去客，惊去食安尼吼。啊，有当时啊，咱做基督徒嘛是有即款的心态啦。奇怪，我见听因着讲遐济恩典，总是我逐遍恳求上帝，哪会无听我的祈祷？我是毋是孤儿啊？我是毋是去互气煞？啊，无我的祈祷，哪会拢无上帝，拢无应允，拢无听？兄弟姊妹，有当时啊，咱迄款的想法，咱无想讲，到底我的祈祷方式，我的祈祷重点对毋对？我敢若爱，但是上帝讲，这道你无需要，我要互你搁较好的，敢毋是安尼？第四个就是讲，迄个义无信的歹的心啦吼。咱来看经文安怎讲来，兄弟啊，恁着谨慎行了，恁中间检测有人藏毋信的歹心，离开真活的上帝。无信是互咱无法度称这位上帝做天父啊，因为咱知影讲，透过这个享受这个关系，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咱信靠伊救主，所以伊会通成做咱的天父。昨我下晡上课了，咧甲一个青年咧面谈，伊要洗礼啦吼。啊，当然就咧讲起你信上帝，你要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吗？你有相信伊是国外主吗？我相信，哦。我讲证据伫倒位？你嘛甲讲。你相信耶稣国外证据伫倒位？因为咱也要看到啊，对毋对？伊怎啊讲伊啊？讲来，咱来看哥林多前书15章。哦，伫遐保罗的批信内底有写讲啊，至少这使徒有500个兄弟以上，迄个时福音人较无地位啦，较歹势啦吼，所以伫遐无写。总是你也想讲有福音人啊无？有啊，有这妇女啊，所以偌济人因看亲目看到耶稣。死过活，然后伫迄中间甲因有好的互动，所以伫遮咱有看讲，迄个毋信，互以色列人因安怎背逆，然后咧死伫旷野，因为迄个毋信，互因无法度进到伫迦南地，因迄个毋信，我着吩咐你，你着要讲，所以伫迄中间，咱会看讲，遮个人因无法度伫上帝恩典内底安息，然后咧，因拢死伫迄个旷野，毋信，互咱无法度进到伫上帝恩典内底。所以这个就是讲，咱咧讲阿爸爸牧师团要用这段经文，无共款的四福音书伫遮来看讲，咱以后带咱要怎祈祷来做一个真要紧的基础。所以当咱咧祈祷讲阿爸爸到底是咧讲啥，就是咧讲迄个关系。阿爸爸是咧讲一个关系，伫迄个关系内底，是因为耶稣基督，咱做来读来，既然接来伊个，就是信伊个名的人，伊就享受因有关做上帝的囝儿咯。因着上帝享受因有权成做啥物囝儿啦。所以咱才会通称作上帝做天父。所以伫这中间，咱互耶稣会接纳，因为安尼，咱才会通称这位上帝做天父。山上的部分内底咧讲起基督徒甲上帝之间有一个真要紧的迄个囝儿甲爸老爸的关系啦吼。所以伫遮天父的即个称呼嘛是咧感受到啥物？感受到迄个疼的关系，所以伫遮咱会当讲称阿爸爸，也有圣神的引带、圣神的感动，所以互上帝神来引带感动的，咱就受。若无，你犹原是领受到迄款的啥物奴才的迄款的神伫你内底，
这就是以色列人因无法度正义到伫迦南地，路在城带东，对无？顶回咱讲啊，拄着困难就啊，阮倒转来做奴才嘛，比这较好。阮做奴才嘛有葱啊、蒜啊，通好食。所以兄弟姊妹，伫遮咱看讲，因为耶稣甲咱建立这个管道。约翰甲伊学生讲，看上帝羊羔要除去世间人的罪，就是咧介绍耶稣啦。所以过去咱用拜拜，用牛羊猪公，对无？你着甘愿，总是伊毋甘愿，只有耶稣甘愿。所以伫遮咱咧享受即个伫疼的内底关系，因为耶稣甲咱建立好势后。所以咱会通伫遮怎？因为天父赢过咱所有的遮的地面上的老爸会疼，所以伫遮要帮咱认明白讲，即位上帝有疼咱无？咱之前欠水的时阵，拄啊中医长老咧祈祷，你有注意听无？当咱欠水库无水的时阵，定定去迄个石门水库，对无？啊，即嘛有水无？满开啊！较早拢打对无？即马满开，你也看讲，这个诗人咧感受讲，这位上帝是安怎看顾土地？啊，咱求无水求水，啊，水有够啊，好啊，天父啊，莫阁落啊啦，啊无淹水啊吼。所以伫遮咱有看讲，这闽南菜咱若咧种菜的人，咱就知啊吼。你若无去压水，就会打死啊，因为最近足热，对无？所以伫这中间，恁若有照时甲压水，啊若遐野地花、野地草，拢是上帝咧看顾。所以上帝话讲，何况恁啊？恁减无比遐个搁较宝贵嘛？诗人用即段圣经伫遮讲，伫我的道路拢有即温定的油在滴咧。所以这个代表意思讲，即位上帝看顾咱，然后呢，搁互咱安怎？出入得着保护，这段我感觉足好诶吼，咱做来读来。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灾害。伊要保守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对即时直到永。你会通甲解做啥？阿爸爸啊，要保守我。阿爸爸要保守我，免受一切灾害。天父，你要保守我的性命，互我出我入。你要出门的时阵，主啊。天父，我要出啦，我要入，求你保护看，保守我平安，正做你的祈祷。所以啊，姊妹，这位上帝是天父疼咱，啊，搁要将逐样的好物来享受咱。马太福音第7章11节，就是讲，咱做老爸虽然歹，哇，无完全，总是也搁有通摕好物，互咱的囝儿实世，对无？何况讲天里的爸咧，伊减无搁用搁较好诶，所以咱咧求爱求对啦。上帝要互咱好诶，咱敢若求迄啊无知影伊诶心意到底是伊要互咱啥，所以咱爱知影安怎先求啦过来，这段咱来读来，着称赞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爸上帝，因为伊有将天顶逐款属灵的福气。通过咱甲基督结连赐互咱，所以你也看关键管道是耶稣基督，然后呢，将这逐款的属灵福气来享受咱。所以这位上帝是享受好物，佮逐样的好物来互咱的上帝哦。第三，你若做囝，你敢有迄个继承财产的问题啦，对无？你敢会去随便叫一个人讲阿爸？伊就将财产互你，你去叫郭台铭叫阿爸，伊就财产分互你，无啦，对无？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因为你会相信，所以伫遮你诚做一个上帝囝儿的名分。所以拄啊，约翰福音第1章12节讲啥？接待伊信伊的名，哇，这就是一个关键哦。所时要正义到伫即个位分，即个名分得胜的人要承接这个，我要做伊的上帝，伊要做我的啥？囝，这就是咧提醒咱是毋是因为耶稣基督，我有得到这个名分，才受称正做得胜的。
得胜的后壁遐个经文讲，啊若遐个无名伫耶稣基督的活命册，哇，遐个结局足凄惨啦！所以伫这中间嘛，伫提醒咱所以咱因为耶稣基督，咱称阿爸爸，你才有法度有这个看顾。最后有一个继承，就是讲，这个世间是暂时的咱是出外旅行是暂时的徛家，咱有永远的徛家是伫天顶。所以透过安尼，咱甲这位上帝有真好的关系。最后我要甲咱讲，就是讲，咱要哪活出啦。较要紧讲，阮伫天的爸，毋是干那求，毋是干那想说，互你求，互你丰丰富富，你用会了袂？上帝就是要互你搁较侪才调温数，就是要互你帮助看见讲后来，咱伫后壁要教的为着上帝国，为着上帝的义，伫遮来祈祷。所以心意的更新，互咱安怎念上不念下，就种思念天顶的事，因为咱拢会想到地面的事，地面的事若无甲顶咱的义的时，咱就会安怎感觉郁卒烦恼、钱财、名声、地位，这拢是暂时的因为可能一个想法，咱看中国最近真侪这经济方面咱台湾全世界，因为一个疫情你搁较够趁，无采工，所以咱要安怎想迄个天顶的事。学习天父的完全，咱做会读来。所以恁着顺传，亲像恁的天父的顺传。安怎顺传？伊有灵敏无？伊有稳定无？所以伫遮咱会想讲我做老爸，我是毋是亲像拄仔遐例？我用我家的想法来教囝，用我的框架伫遐立伫即个囡仔的身上。即摆囡仔世代咧想啥物？甲咱过去的遮个婴儿潮、婴儿少遮个想法完全无共呢。咱即摆有提升做阿公阿嬷做公做妈，莫讲公妈，做公做妈，有机会你甲你的孙的想法，要安怎有好的沟通无？还是讲？恁阿公、恁阿嬷的想法就是安尼啦，老爸就是爱照安尼啦，就会出问题啊。所以伫遮，咱要咱学习有上帝的温柔、灵敏，无快快受气。所以做一个调整了，无共款，迄个关系就无共款你知影？这段这个故事啦，咱捌听过这个小木偶的故事无？捌啦嘛捌看过这个漫画啦这个甲制作这个目像啦就制作一个这个叫做皮诺丘所以伫迄中间因若讲白贼，伊边仔就安怎？佮较长者嘛，讲白贼佮较长者所以有一天伊就出去佮伫遐交歹朋友啦，交着歹朋友，所以就为非三做啦所以放荡了怎不叛逆去，所以伫遮这爸爸这创造伊的，就去找看到伊安尼真正毋甘啦，所以甲带转来咱知影后来这故事就是讲，等于愿意悔改，好亲像咧讲圣经内底迄个第二囝啦，迄个龙子安尼啦这有内底有即款的含义伫的所以伫遮咱看讲，这老爸伊千辛万苦，伊伫迄中间甲安怎等待。即个龙子咧，伊安怎悔改转来？安怎悔改转来？无通食啦，所以敢想我即马无通食，阮老爸遐冰箱有物件通食，敢若想着食咧总是伊嘛有另外一个想法，我莫做囝就好，我做奴才不要紧，你知影迄款奴才的心。总是倒转来，咱看即个老爸伫遐鸟看，对吧？伫遐看，内骹尾咧看。有当时咱做爸母囡仔3更半暝叫你早一点回来对我早一点
得半暝1点，叫早一点。所以伫迄中间咱猫猫看，咱会猫啊，你是创啥去倒啦？这个老爸伊伫迄等待中间哦，哇，转来无因为嫌伊讲饲猪啊臭公公。阮顶回有去以色列啦，啊有去迄个所在啊，摕迄豆芽哦，伊就是甲猪抢只去食迄豆芽哦，我嘛有甲炸迄豆芽转来安尼哦。老爸伫遐就是等待，无嫌伊吵，无嫌伊讲，我都要活咧，你就要分财产。迄对老爸是真大的误解。但是好惨就讲，这位天父用这个角色，你无论甲偌歹，你若愿意倒转来，我拢接纳。所以转来安怎？刣猪倒羊，无猪啦，刣牛啦吼，刣羊啦。然后穿水衫，甲挂手指吼。表示讲恢复迄个身份呐，所以伫遮咱有看讲，咱做老爸，今仔这个世代做老爸佫较无简单哦，所以嘛是互咱人学习哦。今仔日大部分拢针对咱的做老爸哦，伫遮包括我家己，咱做伙伫遮来学习，安怎伫迄个中间来调整，迄个关系恢复，才互咱会通伫遮囡仔了解咱的心意。但是方式会通伫遮来做一个调整，所以今仔日上帝嘛要呼召咱，阮伫天的爸是你尔吗？咱阁讲一遍哦，阮伫天的爸来讲一遍。阮是咧讲啥物人？我们是包括啥物人？毋是包括你家己的厝的人尔啦。阮甲咱就无共啊！咱这信仰团体，若阮呢是包括可能未有信的亲友，你所伫即场所拄着的朋友，是上帝所创造所有的这百姓。所以当咱咧讲，阮伫天的爸，表示你有一个负担。伫你所接触的人中间，你领受恩典；伫你所接触的人中间，迄个阮是包括伊。所以咱要安怎伫遮活出上帝款式，伫遮来帮助因，互因会当对咱的心上来想到这位上帝。这段对上天父来听的批，嘛是咧对咱讲话，嘛是咧对咱在场的可能你还未相信耶稣，互耶稣伫遮来替你牺牲，互耶稣为着你的名分来建立一个管道，这亲爱的朋友，咱来看这段的影片。咱认捌这位上帝，比地面上的上帝。天父，那个老爸更较好，伊安怎好？我的孩子，也许你还不认识我，但我知道关于你所有的事情。我知道你什么时候坐下，什么时候站起来。我熟知你所有的路，甚至连你的头发，我已经都数算过了。因为你是照着我的样子被造出来的，甚至你还在母腹中，我就认识了你。在我创世之前，我就已经拣选了你。你的出生不是一个错误，也不是偶然，因为你命中所有的日子都已经被记录在我的生命册上了。对那些并不认识我的人，我感到很伤心失望，但我并不轻易生气发怒，因为我就是爱，而且爱你是我的意愿。原因很简单，你是我的孩子，我是你的父亲。我能给你的，比你地上的父亲所能给你的要多得多，因为我是你最完美的父亲。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你的末后有指望。因为我永远爱，我因你而欢欣喜乐，
我永远都不会停止施恩于你，因为你是我的珍贵的产业。我要全心全意的在这里栽培你，我要把伟大而且深奥的事情都指示给你。做的远比你们所能想到的还要多，因为我是你最好的鼓励者，也是在一切患难中安慰你的父亲。你伤心的时候，我靠近你，如同牧人怀抱羊羔，我怀抱你在我胸前。总有一天，我会擦干你所有的泪水，并且要带走你在世上的一切苦楚。我是你的父，我爱你，如同我爱我的儿子耶稣一样。若你接受了我儿子耶稣基督所给你的礼物，你就是接受了我。无论任何事都不能将我的爱与你隔绝。回家吧，我要在天上为你的悔改而高兴喜乐。我一直都是你的父亲，永远都是你的父亲。我的问题是，你愿意成为我的孩子吗？我在这里等你，爱你的天父，全能的神。咱是不是对地面上的老爸，而且因为伊的严厉检测，互咱得到伤害？如果若是安尼，这个天顶的老爸要医治咱的心，要透放咱。敢若有当时你会想到细汉，迄款的严厉刑罚，也是讲所讲的话。有当时啊，咱无注意，你这个家，你是意外。有当时啊，咱会讲啦，无拄好，所以对伊的心灵来讲，我是假，所以罔药啊，罔饲啊。迄款的心，因为有可能咱的一句话，囡仔囥掉到年老。心也搁安怎受伤？今仔这位天父要听你哦，要直接来安慰你。你是伊看做的宝贝哦，你是伊所看重的。今仔咱会通得到这个恩典，咱来到这是因为耶稣伊听咱哦。总是咱无因为安尼，互这个福气。留伫咱的心上啦，对吼。兄弟姊妹，阮伫天的爸，就是伫来讲，咱爱将这个福气分享伫咱所接触的人。你若有机会接触的人，你是袂当透过我的天爸变做阮伫天的爸。迄个阮包括你看见遐有需要还袂信主的人。我邀请咱做伙起立，咱用这首诗歌做来回应。阿爸天父。
去有对地面上的你的老爸。可能有一寡只的伤害，可能到年老伊也无法度放下，因为一句话，可能因为一个低拍，只有天父要来医治你。也要互你有赦免的心，做圣心要讨帮你得到罪，也要帮助咱特别这的兄弟，会当做一个好的老爸，好亲像天父的款式。阿爸爸，阮感谢你，因为你的怜悯，你的疼。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阮才会当称你做阿爸爸。过去阮甘在放荡，阮伫你的雕瓦南山伫说，你有缘伫遐伫看顾阮，伫等待阮。今仔阮有机会来到你面前，阮要享受伫这个爸囝内面迄个疼的关系。求你来医治阮，透帮阮，也互阮会当成做别人的祝福，行做这囝儿孙的一个祝福。感谢主，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也真济。这是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予阮伫这特别的日子，会有三角，逐个每一个人三角有份，伫你的圣殿三角敬拜俄罗主。主啊，阮也恳求主，你
继续持守伫阮每一个人心中，互每一个人拢靠主会当得到平安，得到喜乐。主，阮担要献上阮的时间、金钱甲财能为主你所用。阮来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请坐，这时要请由我师来做消息的报告。报告的大声，咱先来欢迎头一遍伫咱中间做来礼拜的兄弟。邱淑如姊妹伫咱中间，请你徛起来，甲伊欢迎，愿上帝祝福。请坐第二位陈彦玲兄弟伫咱中间请你站起来。这嘛拢伫咱的德福啦吼。来，其他咱毋做头一遍来无。好，若无咱来看周报的消息。好，因为疫情的关系已经有较缓和安尼啦吼，所以咱即马就较变梅花座吼。不过咱犹原家己的卫生防备要注意。咱的遮个礼拜的时间拢伫咱的周报第6页咱已经有恢复遮个实体请咱兄弟尽量会当出来周间的聚会还佫有咱的据点等会有遮个报告。咱伫顶礼拜有选出张了2名，因为也无够啦张了2名，陈敏德甲陈素清张了接受有专家林简慧清甲苏新敏这新的咱的即马伫事行即位啦感谢主咱为着因来祈祷这任期是4年对2022年到2025年。有定伫12月初5最礼拜中间来上任。咱对选举有异议的请咱伫10月23进行小会来提出。咱今年上尾一遍的洗礼要伫11月初7，然后要报名洗礼伫11月24日进行牧师也行政干事来报名。教会明年的这主题已经出来福音祈祷立会经历丰盛主恩寻求咱周报的方面的设计，然后遮文书的兄弟会当伫遮来帮忙设计，伫11月28进行交稿互连卓如张了咱这个时阵要伫遮来颁发咱的兄弟特别满70岁咱念有一个礼物要赠送，不管你是职在有会籍伫遮，还是今仔日你头一遍来有超过70岁，这时阵我要邀请咱先徛起来，好无？先徛起来先徛起来，好来咱要来到头前今仔日我要邀请咱要到这个年会无简单，来遮翕相啦请咱来到头前。咱要请邱王长老来代表咱有这个有在职的念伊，咱伫楼骹咱就会通领这个礼金迄个顶悬兄弟，咱会当来徛顶悬来，不要紧年老的动作迄个顶悬兄弟会当。
先讲，就是讲，今仔日你若还未信耶稣，节吼，节还未伫遮吼，咱有即个礼物，念伊倒去你的座位的时阵吼，总是恁若是即个教会会员吼，念伊请咱落楼骹遐领礼金吼，这是吼做会员的一个福利吼。好，咱要请徐王长老来代表吼。咱来祈祷吼，主，阮感谢你，白塔门是你予阮的荣耀的冕旒，予阮无迄个想法讲我老啊，无路用老岁啊老岁，予阮领受你恩典产业是比少年人更较济，无论是智慧经验，也是你予阮的这恩典。想使阮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就是无论到偌老，主你若要用阮，阮拢予你使用。奉你的名来祝福，透过阮成做你赐福我这囝儿孙一个施恩所的管道，成做家族的亚看。愿主你来帮助阮，予阮的兄弟姊妹这年长的心身的勇健，予阮平安喜乐伫阮内底。直到见主的面，阮拢有愿行伫主你恩典的道路顶面，也会通互阮的囝儿孙，因为阮来亲近你，来敬拜你，听阮伫你面前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圣名。后来咱围徛好啦吼，不要紧，我惊会炸着，安尼翕袂落袂？可以啦吼。祝福啊！咱回座的时阵，请你徛地，咱要送这个礼物予恁哦，慢慢来哦吼。来，咱有缘会做了，请咱徛一下吼，徛一下。安尼啊，知影讲你是，就啊无有人遐看袂出来，讲哈你70啊，安尼表示安尼看拢啊少年啊。来咱今年的迄个礼物吼，较毋是像旧年的红玫瑰啦吼。我惊咱较歹消化，有寿桃啦吼，有人讲哪会遐济粒，你会当分享予人吼。你若有摕到的吼，就请坐吼。若摕到的吼，请咱就会当坐落吼。这较好消化了。摕到啊无，还佫有啊未摕到哦。来，遮佫有啊无摕到啊？有无？啊？不够吗？
刻到吼，请你登记名啦吼，因为足歹扎的啦吼。报啊，这也未刻到咯。好，好，那无刻到，请甲咱的迄个讲一下吼。哦，反正今仔就是迄个礼米吼，礼米是今仔有来，吼，今仔有来才有吼。啊，若礼金咱在职的吼，拢会分互咱。好，感谢主吼。不过咱也看见一个未来危机，对无？嘿。咱爱甲咱的囝儿孙带来吼，啊无一直咱的国家咧老化吼，啊教会嘛咧老化吼。好，咱后礼拜吼开始，遮个囡仔吼会聚会，儿童啊到要聚会吼，幼稚的拢恢复实体哦，所以咱会当鼓励咱的囝儿孙吼带孙来。啊，咱的德福吼，哇，关甲大家拢咧生杀母啊吼。啊，10月18开始吼，不过咱爱甲你的小组长吼讲你的名，啊你当时拍疫苗，因为这爱报互政府吼，啊疫苗的抢牌吼，啊我甲你保证高端一定会当入牌吼。你若拍高端的也无问题啊，一般吼。啊，这个生意助金咱已经审核过吼，后礼拜要伫第2场中间来颁发吼，请首长的代表爱出席。好来，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哦，吼，读今仔日金句来读2遍，做伙来。伊就甲因讲，因祈祷的时就讲，爸啊，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路加福音在章第21遍，伊就甲因讲，恁祈祷的时就讲，爸啊，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路加福音在章，啊有人咧讲哦，哇，一看啊哪会遐济粒啦吼，我袂要紧，你食袂去，就是互你分享，吼，分享互人安尼啦吼，啊，这是教会一个心意吼，啊，咱。这是咱的吟诗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吟诗煞，请由牧师来教导。心来祈祷，领受上帝说，愿恁大家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会当称上帝做阿爸爸。愿天父上帝，你永无自暂的疼，保护看顾阮出入拢有平安。求圣神来感动，特别互阮这年长的，会通伫因的生命中间来束缚
透过因来成做因囝儿逝世、因的家庭、家族的祝福，会能带因来到主的面前，同得福音的好处。也愿阮的心会当因为主上帝听，伫遐得到温暖，得到医治。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请咱灭倒。今日礼拜就到这，愿上帝平安甲咱三同在。请咱的会员，你若超过70岁，请咱伫楼骹吼，伫张玉主任遐，甲因领即个敬老金。